話說大埔雲福苑火災啊，懷疑係有工人吸食香煙引起嘅，所以呢，依家地盤呢就開始研究發出呢個永久禁煙令。有一段視頻流出咗，就有個工地阿頭就訓示一班地盤工人，話以後如果有邊個工人吸煙呢，發覺吸煙呢就要永久開除。如果所有嘅香煙啊、火機啊都要入地盤之前搜身要擺入去嗰個儲物櫃嗰度，同埋如果喺地下發現咗煙頭呢，咁嗰個範圍工作嘅人同埋個阿頭呢都要罰6000蚊，同埋嗰個工人都要永久開除。呢個視頻流出咗之後呢，其他嗰啲咁嘅建築工程公司呢都計劃跟進，政府亦都有計劃立例去規管，推出呢個永久禁煙令。咁但係有時啲地盤佬呢，你有時工作嗰時吊煙癮都幾慘喎。咁或者可以帶啲戒煙糖啊、戒煙貼啊咁樣止住癮先咯。話唔埋帶定副啤牌咁上去咯。煙引起嗰時就開副啤牌出嚟，一抽4條煙出嚟，頂住癮先咯。有4種煙味選擇喎，有葵扇煙味、梅花煙味、紅心煙味、階磚煙味。以前呢就話有咩黃梅子殼，依家咪有呢個捽牌頂癮咯。點啊？聽歌。為地盤佬有鋪大煙癮，擔住口煙啊煙駁煙，你又煲佢又煲，卒之就煲出個禍啊！你想吸返口煙，佢幫你揀識支煙，頭話要工地禁吸煙，入到地盤手下有冇袋包煙？依家話風頭火勢香煙，火機要鎖落櫃永監禁煙，令經佢又壓死你，搵多幾個工友合力戒煙，好彩又點醒咗你哋戒煙。戒煙應該要戒煙噃，要落力禁煙，咪一拖再拖，安全嘅措施都只為救大家。好彩我樣樣做足，不易起貨，否則我又再孭鑊俾人屌到暈。遺網內呢個大棚架有條行李，為咗吸支煙，爭依命冇咗你哋戒煙。